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Joey Law，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超正嘅技巧，就係點樣用 Haluo AI 將一個靜態圖片變成一個專業嘅 2D 動畫，唔需要你有任何嘅動畫製作經驗，只要幾個簡單嘅步驟就可以生成一條好靚嘅動畫片段。首先，打開 Haluo AI 嘅 website 或者 app。之後撳 Create Video， 入到頁面可以上載返你嘅圖片，之後揀返你想要嘅風格，最後喺描述欄度寫返你想要嘅動作。咁最後 Haluo AI 咧就 gen 咗呢個 video 俾我啦。咁由於我係免費版嘅關係，咁都係有個水印喺度嘅。咁大家都可以根據翻自己嘅需求去揀付費版啦，定係免費版嘅。希望你哋會中意我條片啦。咁如果你覺得有幫助嘅話，記得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咁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